日新闻要邀请乡亲来去食好料的，为了帮助社区，会使推广在地产业。南投区凤山社区顶有6个社区参加南投县今年度社区产业行销计划，并且邀请老师去方面社区用在地食材做料理，和在地特色，会使有无同款的变化，嘛帮助各社区行销观光的产业。 伫咧高龄化社会内底，真侪所在都算有特色，嘛因为社区内底拢是4大人，无法度行销出去，所以南投县办理社区行销计划，邀请老师来教学生啊，要安怎用在地食材做料理。厨艺对这个社区是有真侪帮助吼，主要就是吼咱社区的人了解到讲吼，咱这个买卖物件吼，需要爱有一寡色彩啦。这位老师用当地出产的柠檬、菜豆啊来做简单的料理，嘛因为即摆是出产期，用新的方式会当互食材放更加久。那还有教制作，就是因为现在柠檬也是开始慢慢盛产出来，那教大家制作一个咸柠檬。这摆除了会当学煮菜，嘛甲当地食材做行销，学生拢感觉真有意义。社区产业行销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真有特色的社区，经过包装，向游客来遮佚佗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